感谢圣歌队的学乐，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约翰一书4章14节到21节。约翰一书4章14节到21节。我用伯克利译本来共读。爸找伊的囝做世间的救主，爸爸看见也做见证。既若认耶稣做上帝的囝的，就上帝定伫伊，伊也定伫上帝。上帝所有疼咱的，咱也知也信。上帝就是疼，搁咱定伫疼，就是定伫上帝。上帝嘛定伫伊，对安尼疼诚做完全伫咱，互咱伫审判的日会好担，因为伊啥物款，咱伫世间嘛安尼，伫疼的内面无惊吓，多多矫正的疼，赶出惊吓，因为惊吓就有刑罚。既若惊吓会疼，既若惊吓会伫疼袂有矫正，咱有疼，因为伊大心疼咱。若有人讲我疼上帝，也怨恨伊的兄弟，就是白贼的，因为无疼所有看见的兄弟的，就袂疼所未看见的上帝。疼上帝的，也着疼伊的兄弟，这是咱对伊所受的命令。咱请吴牧师来进道，今仔的题目是领受主爱的启示。真欢喜，咱三甲伫上帝面头前，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互咱伫这大抗节的第4个主日，咱领受主的疼的中间，会当搁较深来体会到上帝爱咱，伊安怎疼咱，咱嘛着安怎样来去疼伫咱身躯边的人。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啊，感谢主你赏赐丰盛的疼痛。伫大抗节的第4个主日，愿恳求主你用你永无煞的疼，搁一摆来充满伫阮逐人的心内，互阮伫安静的内底来思想、来笑念，上帝安怎样用疼来疼阮，嘛爱阮，互阮的心伫日常的生活中间学习，有智慧来活出上帝你的疼。主啊，伫世间上的日日，阮的心需要无有惊吓的心。伫阮有限的年日的内底，来领受主你疼的启示，疼伫志未世人的心上，求你互阮有信心、勇气，去改变阮的一寡无好的习惯。阮用真实的疼去疼人，嘛疼家己。愿你将你互人会当生命活出活命的气力，搁一摆来赏赐互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大港节的第4个主日，也是点到这个叫做仁爱的蜡烛啦。咱来理解，咱需要做伙来认捌，去思想上帝安怎咧疼咱，伫咱的生命中间要安怎活出伊的疼，够容易？其实不容易但是呢，其实咱来思考几项代志就是讲人对上帝有真侪想象力，嘛有真侪理论。甚至呢，咱家己嘛会想讲，到底上帝是存着什么款的心嘛？特别咱若看到环境咧变化到底上帝是想安怎？咱会想讲上帝，咱安尼咧想到底上帝是安怎咧想的？甚至呢，有真侪时阵，咱人嘛会想讲上帝对咱人有什么意思啊？上帝你是安怎咧想的？你安怎咧看世间人？你安怎咧看阮的教会？你安怎看阮的生活？看我的生命？咱嘛咧想讲，上帝啊，你爱阮人爱做啥物？甚至人嘛会想讲，到底上帝家己伊是什么款的上帝？咱所信的耶稣基督，咱所相信的圣神、圣父、圣子，到底是什么款的神？咱的神跟外口的神有啥无相款？你会想袂？会袂？其实拢会啦。这是咱人作自然的思想。但是呢，若是路边，你若凊彩伫路人你若甲问其实每一个人拢会对家己的神拢有即款的想象。但是呢，有真侪人会举做讲，我着应该爱做啥做啥，我着能做这，到底我要安怎刻苦，我着爱安怎设置，
安尼才会当得到上帝欢喜。兄弟姊妹，你边的人讲吼，只有无熟悉上帝的人才会安尼想。你认真想者哦，无熟悉上帝的人，无熟悉神的人，伊才会安尼想。想讲安那啊，我着安怎？我着爱来做这，我着爱来安怎？安尼安那，上帝才会欢喜啊！我认为这毋是真正认捌上帝哦。认捌上帝的人，咱今仔日通过圣经节来真正来认捌，到底伊爱咱做啥物？毋是爱咱去做啥物代志，做啥物代志哦？吼，了解无？吼，毋是讲我要去服侍，我要做啥做啥，迄较是安怎得上帝欢喜哦？毋是安尼，毋是安尼。吼，所以咧，约翰一书伫咱今日所看圣经节第4章第7节到第9节，一开始讲啥？伊讲亲爱朋友啊，咱着三听，你看正手边吼。啊，你若看台语较看无的，你着看倒手边吼，看左手边。亲爱的朋友啊，咱着三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有听的人注意哦，有听的人是啥物人？是上帝的囝儿啊！哦，有无？哦，有听的人是上帝的囝儿，啊，搁安怎？嘛捌上帝。意思是啥？下底这大字的，有听心的人。伊就是啥物人？上帝的囝儿，吼啊，搁安怎？搁会认捌上帝。所以咱个倒边来想，他拄仔牧师讲的，有熟悉主的人是啥物人？哈？有听心的人啊。熟悉主的人，伊会知影伊家己的生命是上帝的囝儿。熟悉主的人，伊会知影伊的生命爱安怎？爱有听心无？甲你边的兄弟讲，你要有听心，毋通黑白看到人吼，看到啊，就开始细念，啊，甚至安怎讲这个人安怎毋好毋好，毋通做即款的人，毋通做即款的基督徒。咱爱知影，咱若是上帝的儿女，咱若是上帝所呼召的百姓，咱爱知影，咱熟悉主的人，咱就爱知影，咱先成做一个有听心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现今已经是一个充满混乱罪恶的世代，我认为。即摆即个世代，咱会当犹阁会当留落来，是因为啥？上帝听咱，毋是你有听心，是因为上帝听咱。阿免。所以兄弟姊妹，箴言第10章第12节讲啥？讲万分惹起纷争啊，仁爱安怎？惹砍拢总的价值啊。所以你看即摆的这国家国际吼。国家安怎？迄若万分呢？不管是小粉红的，还是安怎？还是迄个俄罗斯的，吼有无？做迄个歹代志的，讲为着要即个霸权要共占人的迄种的国家。最近咱阁有看到讲啥？讲后迄个300个人的军队去拍另外一个150人的军队，结果迄150个人举军啊，去甲攻倒去的。吼，狼牙组织的，含这用军啊。哦，土番啊，有人讲，较无文化的一个国的人民，人因摕军啊，拢会当拍赢咧。所以兄弟姊妹爱知影，万分惹起纷争，仁爱惹砍拢总的价值。我认为上帝爱咱学习，上帝就是听，所以听是对什么人？对是倒位来？对你来吗？毋是，是对上帝来。人若无有听，生命内面就有啥物？是因为啥？甲你边的人讲，有误会的物件，来甲伊讲，你无听是因为有误会的物件，甲伊讲啊，你无听是因为有误会的物件。吼，我带咱做伙来看一段圣经章吼，这是保罗他对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吼兄弟姊妹讲的，讲情欲的事吼显而易见呐，就如什么淫乱，吼误会。晃动、拜偶像、行邪术，这仇恨、纷争、记恨、愤怒、自私、分派、结党、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过你们，现今我搁要甲恁讲哦，做这事的人无法度通承受上帝的国，真简单。但是伊讲起的，就是咱今仔现代的人、甲社会，甚至国际的社会，拢存在。如果你若是安尼的国家，你若是安尼的人民，你若是安尼的人，我甲你讲，
伫咱的生命中间，你无法当亲像我头拄所讲的，你诚做一个有疼心的人。所以兄弟姊妹，人要有疼，是因为伊的心内无有这个物件。人若无人若我讲毋对，人若无疼，是因为伊内底有这个物件。所以人若要有疼，就爱安怎？爱拄起这个物件嘛，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对安尼来看，人伫即种的情形的内底，你要爱有疼，是因为即个疼是对倒位来？上帝来嘛？啊，若对上帝来，咱就爱思考一项代志：即个上帝的疼有足要紧无？甲你边仔兄弟讲，你爱好好啊认捌上帝的疼。耶稣基督要降生，后礼拜咱要庆祝圣诞节。其实咱爱好好去思考，耶稣的诞生代表是上帝疼世间人，伊通过耶稣基督来显明上帝对咱的疼。所以咱对疼的认捌有了解无，真重要。今日圣经节伫约翰一书第4章第7节，搁一摆头前一句话讲：亲爱的兄弟啊，咱着爱安怎？我们应该要怎样？彼此相疼。哦，强调哦，彼此相疼，因为疼是对上帝来，所以彼此相疼，就爱真做上帝，互咱领受主的疼的启示，一个真要紧的代志。所以上帝爱咱，希望咱的生命同款领受迄个圣神的感动。我认为，伊是爱咱被教导、被塑造，甚至被改变的生命来领受这个道理。阿门。这不是简单的一个分享的信息，这是一个最要紧的一个道理。所以每一个宗教，咱来思考一个，你若看你的周本，咱的讲道有一个大纲，你嘛使摕出你的笔，甲记录写落来，每一个宗教拢是啥？劝人为善的宗教啦，这咱拢会晓讲啦。但是基督教毋是。是安怎？我讲基督教毋是，因为可劝是啥？对，劝是人的办法啦，对无？你爱做好代志，我劝你做好代志，这是人的办法咯。啊，若无办法啦咧，你就袂做好代志啊嘛，敢毋是？所以你会看见有当时有真侪时阵，你教囝甲伊讲，我劝你，你着爱安怎好，伊就偏偏无爱咧，对无？劝够好，劝有用吗？迄叫做人的办法。人的办法可劝的，即个劝你做好，毋对。我认为毋是遮粗浅，毋是遮简单。基督教的信仰，人的办法，若是靠家己的智慧，往往会失败。因为安怎？是因为人无疼，所以人若无疼，伊咧劝人做好，敢做会好？袂好啦，伊做会好，我感觉怪怪，迄看起来无疼心，所以伊做了拢变成啥？伊就较好嘢，也无真正的疼心嘛。伊的疼心只不过是咧显明伊的足够，有无？你有听过这种代志无？对嘛？所以劝人做好，毋是做啥物好代志嘛，毋是做啥物，是因为这是人的办法。所以这种的办法，拢会互人感觉无好，甚至会感觉失败，并无带来真正劝人做好的迄种果效出来。这种的果效是安怎？因为人的失败，是因为人迫切的需要，毋是劝，乃是啥？甲你边的人讲，你爱被教导，爱教啦，爱教啦。你囡仔我会记你我甲我囡仔我苦劝伊讲你毋通安尼做。伊偏偏拢要安尼去做呢，足奇怪。你用坑的咱讲这叫做爱的教育啊。但是我不认为，我不喜欢这样去教他，劝的方式，因为用苦坑的方式，往往反效果。我家己即摆做爸爸，我发觉这苦坑敢若无啥效呢。我做动力苦坑伊敢若无啥效呢。我宁可甲伊讲来，兄弟啊，来你对我做，来我教你安怎做。我甲你当作我的朋友，我的一份子，互你感受到我陪你的迄种疼。所以传福音，当咱要疼一个人的时阵，我苦劝你，你要来信主，因为这个上帝安怎好，伊互我安怎好，我感觉毋是这种劝啦。较重要是安怎？来，我教你安怎经验这个上帝。
甲你边仔兄弟讲，咱做伙来学习这个功课。咱做伙来学习这个功课，爱教，信徒爱教。咱的生命，咱要无成熟的部分，咱嘛就需要被教导。为什么？因为今仔日圣经节爱咱教导咱，互咱的听心有快乐啊，对无？好，咱的听心要有快乐，咱听人的心会当安怎？更较完全嘛，敢毋是？咱今日看圣经节内底有讲到，是安怎听心就听心，佮你讲听心，佮爱更较完全的，爱了解我的意思吧？圣经足奇怪的，伊特别讲到听爱完全的，听要安怎完全？咱需要做伙来了解。听为什么会完全？甲你边仔兄弟讲，因为听是对上帝来，听是对上帝来，这听较会完全啦，爱了解无？好，咱来看圣经吼，这有较细字吼，因为拄啊好伫这10节甲14节的内底，你若会当看，你就认真看，吼，也是讲坐较斗前看嘛，无要紧吼。我牧师佮带领咱做伙来看一下吼，毋是咱听上帝，是伊有听咱，有无？毋是你想要听上帝哦，毋是你有听的哦，是因为上帝下大声听咱。找伊的囝做啥物？赎罪祭啦。还有啥？第14节，爸找伊的囝来做世间的救主啦。阮有看到，现在做见证。所以兄弟姊妹，咱基督徒会有听心，是因为咱有看到，甚至咱安怎，咱来做见证。所以咱用着这个听心来去学习做啥？上帝爱咱做的事，因为上帝就是安尼咧听咱。所以咱基督徒为什么爱去听人？就算你无什么物件，就算你无什么款的成就，就算你无什么款的恩赐，你嘛着爱安怎？甲你边仔兄弟讲，你嘛是着爱听人。这就是咱的信仰。所以兄弟姊妹，我感觉圣经真水。伊咧讲起讲听上帝的心啊，要得到完全啊，着爱甲人有啥物关系？安尼够清楚啊？有没有清楚了？彼此相爱。所以牧师常咧讲起讲，咱常看到人吼，礼拜日吼，也是讲咱若拄着的时阵吼，彼此啊加看3秒钟啊，吼，加迄3秒钟会当帮助你去面对一个人哦，嘛，互一个人会当安怎去面对你哦。你嘛，互你会当去看较清楚的，即个人生做安怎哦。所以有真侪时阵，咱都无愿意去看，是因为咱的心内真惊吓。咱的心内若惊吓，你无法度通做啥物事。为什么？咱需要互咱的心，互咱的生命会当用完全的听心做准备？为什么？咱做伙来看一段圣经节，罗马书第5章第6节到第8节，咱做伙来读吼，正手边。咱要软弱的时，基督伫上帝所指定的日子，为着有罪的人死啊。替义人死安怎？差不多无啦。但是替好人死，检测还阁有人做啦，对无？有人教啦，吼。不过咧，上帝对咱证明伊听咱要是罪人的时阵哦，吼，罪人的时阵哦，基督有替咱死哦。这个讲啥物？这个讲上帝听是对一个迄个做垃圾、做误会、做让我们不爱听的人，人家都不要的人，上帝依然爱他，甚至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为他死。兄弟姊妹，咱基督徒敢愿意为着一个至微细的人来听到这个程度无？后礼拜我唔知影。这区公所吼联络的这个咱要帮赞关怀这弱势的兄弟，那是咱大桥里吼有10户，我唔知会来到咱中间有几户几个人，但是无输期待，咱会当抱着一条欢喜的心，接纳因，做伙啉食，吼，做伙食物件，不管迄个物件到底多少，重要是咱安怎，咱就是会当先让因，甲因招呼交代。甚至安怎？最后暗时，咱做伙留落来，吼，做伙留落来，咱做伙来庆祝。咱莫管这暗会安怎如何，我认为每一个同工拢真用心在准备。看见这青年因安怎咧准备，咱的教会有真有限的人力，但是我看见是咱教会有满满的听，
所以咱的教会若有满满的疼，我相信迄个不足，上帝拢要安怎会甲咱补足。所以兄弟姊妹，有一个故事伫美国捌发生一个真耸动的一个悲剧吼，伫费城吼有一个被害者，伊出世伫中国东北的一个韩国人，伊叫做欧豪。即个欧豪伊对细汉吼，伊伫基督教的家庭成长大汉，个性非常的单纯，但是咧，伊非常的愿意去做任何互人感觉欢喜的代志。伫战后的时期，伊嘛后来得到一个满城神学院的这毕业了后，伊非常感谢上帝甲伊的安排，互伊会当去到美国费城的所在来读册。伫迄过程的中间，伊认真读册，嘛成绩真好，伊嘛足认真的拍工咧趁钱生活。当伊足艰苦、足忝的时阵，伫伊内心伊体会到上帝的温暖甲疼，常常伫遐学乐。吟诗敬拜，煞无大记。当有一摆，伊咧寄批中间，拄着11个乌人的青少年，伫迄中间为着要对伊的身躯顶面会当刻着，因有11个人所需要，一个人需要3角5分的字，因要去跳舞，要去舞场跳舞，所以因必须爱对这个乌校的身上去甲抢着，去甲找着有这个钱，抢着这个钱。来达到因家己的需要。后来咧，因伫迄个过程中间，将这个乌校给拍死。拍死了后，这个代志影响真大，全美国社会真侪人士感觉讲，这11个乌人的青少年是非常的罪恶，拍死一个这么好优秀的青年。所以伫迄中间呢，11个少年人被法院判断，甲因判定叫做。用成人的罪来判因的罪的刑罚，所以甚至呢，阁有人安尼讲这个叫做《废纪事报》吼，伫当时因的这个报纸吼，讲起讲对伫即种人吼，用温和的方式吼，是真可怕的一种的错误啦。所以一定要用足重的罪去甲因判，较对，这是人的办法。但是咧，这个受害者乌豪，伊伫韩国。这个汉城，伊的爸爸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艰苦心，因为伊这宝贝囝就安尼来死。但是伊的爸爸是非常疼主，伊用基督的心做心，来重新反省，看见这11个这个罪恶、罪该万死的乌人，伊认为因真正可怜，所以这个爸爸伊竟然写批予美国的费城的法院，甲因讲。替这11个乌人的青少年，替因安怎求情啦？然后呢，因愿意安怎韩国为因来募一笔基金来做因的教育基金啊。这个乌校的老爸，伊非常感动的行动，这个感动人的行动，或者11个乌人的青少年，因为这项代志感动这11个乌人青少年，后来拢信主。兄弟姊妹，彼此相疼的心，我认为是一个维护联系世界国家甲人彼此关系最要紧的一个困难。这种困难往往需要咱大家爱去学习，要安怎样伫咱这个社会充满着侪纷争、怨妒、怨恨的世代，咱毋是安怎避而不见，咱爱安怎？甲你边仔兄弟讲，爱勇敢壮大去面对。哎，甲伊讲，你爱勇敢壮大去面对。哦，你要勇敢壮胆哈，要勇敢壮胆的去做，去听。所以，咱爱常常对咱家己讲，主啊，我听你，我听人的心，我心中爱安怎？爱惊吓无？哈，其实咱毋免惊。其实咱有真侪时阵，咱的生命拢真软弱。咱常常为着咱厝人，为着咱家己的事咧操烦。其实咱爱较侪机会去关心有真侪志美水的人。上帝伊要保全咱的生命，互咱的生命更较完全来奉献互伊。所以今日圣经节对第4章的17节到19节安尼讲，对安尼听伫咱中间安怎完全实现出来，互咱伫审判的日通安怎
勇敢唔免惊，因为咱伫即世间甲基督同款，有疼就无惊吓，完全的疼赶出惊吓，因为有惊吓就有刑罚，有惊吓的人疼也无完全实现出来，爱了解无？所以伫即段圣经才讲起5摆的惊吓，惊吓有足重要无？足重要，因为伊伫咱的心内一直咧发生。但是伫遮又讲起第18节的尾啊，讲啥？有惊吓的人安怎？疼也无完全实现出来啦，爱了解无？所以其实你会看到，为什么有真侪基督徒，有真侪咱家己本身，咱安怎？咱疼，我当疼一个啦。因为安怎？因为咱的心会惊啦。甲你边仔的人讲吼，你毋通惊，我甲你陪伴你，我陪你行。甲讲一下，你毋通惊啦，吼，我陪你行，吼。我感觉这足重要，吼，这惊吓的代志，圣经咧一直咧甲咱讲。我感觉疼，咱拢会晓讲啦。但是咱来了解，为什么咱无法当疼一个人？是因为咱的心足惊，咱惊咱改变不了，咱惊改变不了伊，咱嘛惊咱家己安怎个性无好改，吼。有当时咱讲话袂晓改，有当时咱的表情袂晓改，有当时咱的心嘛无愿意改。所以兄弟姊妹，圣经甲咱讲起，有惊吓的人，疼也袂伫伊生命中间来实现出来。所以咱着三疼，因为上帝有大声疼咱，会甲咱提醒哦。上帝有疼咱啊无？有无？啊，上帝若疼咱，咱着安怎？咱着三疼啦，毋免惊啦。所以兄弟姊妹，圣经伫甲咱讲起，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来学习彼此三疼的动机，并毋是因为惊上帝的审判。会记得咯，我阁甲咱提醒哦，有真侪，咱阁有真侪思维认为，我要疼一个人，是因为我惊上帝责罚我，毋是安尼，毋是用这种的观念，你去疼人，你爱去反省，你安怎去经验着上帝安怎包容你？爱了解我的意思无？因为你若经验着上帝安怎包容你，你就会经验着你安怎去包容别人啊？了解我的意思无？我阁讲一摆哦。咱如果咱认为咱疼人是因为我惊上帝甲我责罚，所以我去疼人。你这种的疼吼，人体会较袂出来。你得爱安怎？你爱反省，伫你生命不足的中间，安怎去经验着上帝安怎包容你、疼你、留你的活命、收拾你困难，经验着。所以想到圣经讲，咱爱数算家己的日子，对无？但实际上咱无容易嘛，对无？所以咱来靠主的恩典啊，靠主的恩典去数算上帝的日子啊。所以兄弟姊妹，经验上帝的包容，迄个过程真要紧，互咱的生命会当更较知影要安怎疼人的心。甚至呢，咱毋是讲为着要服从吼，咱毋是要为着要服从命令。譬如讲牧师讲哦，咱得爱彼此三条，吼，你就讲哦，好，牧师我来，吼，这个服从命令啊，毋是这种，吼，好，嘛毋是啥？下一页，好，嘛毋是勉强去三听，因为安怎，互人迄个自责吼，你会感觉讲哦，你若感觉你是顺，讲牧师叫我安尼做的吼，你会感觉安怎？你会做自责哦，你会自责，觉得自己做的不好，不够，好像哪里还欠缺什么。最后你来啦，好啊，我忝啊，我真正无法度啊。啊，最后搁一段时间了，你会开始搁想讲，我真的以前我做了多少疼人的代志，我做偌济代志，但是家己现金一直落里迄个深渊哦。我牧师经验过很多这样的信徒，是真的。他过去真的服从命令去爱人，但是他并不是真的认识到上帝包容他的生命，接纳他的生命。所以当伊开始无去做这个代志，疼人的功课的时，伊开始自责，家己做无够，然后家己落落伫迄个黑暗的内底、深坑内底，感觉真艰苦。所以咱三疼是因为啥？咱这回来看最后这段，咱三疼是因为啥？爱的上帝爱的感动呼召啦，上帝安怎互咱感动？
就是耶稣基督嘛，敢毋是？好，所以咱一开始讲，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好，你若较早，咱若一开始咧敬拜第一首歌，我们欢迎君王降临。上帝的创造，好，上帝的创造是救赎的根基哦，因为我们是他创造的。那为什么上帝要透过耶稣基督来救赎咱？因为我们是他造的啊，有问题啊，有罪啊，所以上帝才会需要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好，所以为什么说创造是救赎的根基啊？好，那救赎是创造的什么？恢复。好，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创造是救赎的根基，但是救赎是啥？救赎是创造一下恢复，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救赎宝贵的生命，帮助我们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被创造的人怎么样？恢复了上帝的荣耀。阿们。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看一下，看他有没有喜乐，有没有盼望，有没有信心，有没有power， 有力量，要继续为主做征战。阿们。这就是咱的生命。所以咱三听，是因为上帝听的感动甲呼召，互咱的生命有回应啊！还了解无？所以兄弟姊妹，口足画家，这是韩国的一个口足画家，叫崔雄烈。以前咧画图的时阵吼，伊希望被人看见，因为伊本身生出来就是脑性麻痹，所以伊真信心真软弱，所以出世的时阵，足希望人甲伊看到。伊嘛不断伫伊所画的中间去肯定伊家己，但是伫迄过程的中间，当人来去甲伊帮赞的时阵，伊拢感觉足见笑，甚至伊足无爱人安尼甲伊帮赞，甚至伊会开始用伊的画图来自夸，这是伊的见证。但是当过程的中间，当伊去经历的中间，30岁迄个时，伊因为经济有侪拄着经济的问题甲困难的中间，35岁的中间，伊不断去考验家己。伊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有一日有一个人安尼甲伊问，伊不忍心看到即个崔雄烈过着家己安尼放荡的生活，伊嘛食酒，伊嘛捌安尼经历过即款的生命。后来即个厝边的即个太太，伊用一段圣经节，约翰福音第1章29节讲。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上帝的羊羔，除去世间人罪孽的迄位。”这个厝边甲伊讲，这个世界起初到结束，过程的中间人拢有犯罪，但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要救咱人的生命，成做迄个叫做挽回祭、挽回祭，就是期待咱的生命重新恢复。上帝创造的生命，所以这个崔雄烈，伊当时伊问这个厝边这个太太，伊讲：啊，若安尼讲，耶稣通过耶稣，我的生命就无罪后，是毋是安尼？我拢一尽拢拄去。这个太太就回讲：是啊，无毋对。后来这个崔雄烈，伊开始意觉着讲，为什么伊无法当靠家己的气力来得闪，甚至来脱离别人的眼光？了解我意思啊！我一开始讲起这个崔雄烈，因为足侪人来看伊足可怜，啊，你甲伊帮赞，所以感觉足自卑。我毋知你有安尼的经验无？当你无能力，但是你看到有人咧较有温顺的时阵，当人爱你邀请，当人爱你来服侍的时候，你讲我无真正我含慢，我无法度，安怎的时阵，迄种的过程，就亲像这崔雄烈伊的心情。伊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伊无法度通勇敢徛起来，所以。这个崔雄烈，伊后来伊的眼光，因为安尼开始无相款，因为伊相信，伊开始悔改，互伊的生命开始做改变。后来伊有一个画作叫做柿子，吼，就是起啊，咱咧食迄水果吼，起啊，吼，伊写一个诗句吼，叫做果实出自于根啊，枝子只是供应，因此枝子不会因为好果子而自夸了。也不会因为坏果子而怎么样负责啦。意思是啥？大家拢各司其职嘛，敢不是？不管你是鸡，不管你是给果子的，不管你是安怎，你是供应的供应者。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
我感觉咱的生命哪亲像伊讲的这个起啊。上帝创造咱每一个人，做这个子子的咱，无论咱有甚物款的成就，过偌侪轨迹，犯过偌侪错误，败坏这个世界。我甲你讲，咱拢有缘一直活伫上帝恩典中，上帝疼的内底。阿免，这就是上帝作水的真理。爱咱会当安尼传互至微细的人，毋是咱较高尚，是因为咱的生命需要学习这个要紧的功课。因为上帝赏赐互咱一个注疼的生命的启示，叫做彼此相疼的心，嘛是啥？是一个教导的功课。甚至佫是一个啥？甲你边的人讲吼，这是一个命令。甲伊讲哦，甲伊讲，这毋那是一个教导，嘛是一个命令。这不仅是一个教导，也是一个命令。好，约翰一书第4章，咱今日所看圣经节最后讲，疼上帝嘛，着疼家己的兄弟，也是姊妹。这是咱对基督领受的啥？命令嘛，就是诫命啦。好，命令就是诫命，迄是一个足严肃、足要紧、爱遵守的啦。好，所以兄弟姊妹，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到35节讲啥？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有没有？乃是要叫你们什么？彼此相疼。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兄弟姊妹，咱的生命拢是活伫主的这个恩典中的疼的内底。这个疼，彼此相疼，就是一个命令。这彼此相疼，毋是一个伊即马就较艰苦，伊就无法当疼伊。好啦好啦，无另工你较搁好好啊，较疼。毋是安尼呢？我最近牧师咧看到我的细囝，等于咧冤家的时阵我看牧师娘做着急的哦。伊若有迄种个看起来敢若无疼迄种心阮就赶紧去甲伊阻止哦，动起来讲毋通阁讲落去啊！这样是没有爱的哦。马上甲因教，兄弟姊妹，这是一个命令。上帝爱咱来学习，这是一个真要紧彼此相疼的关系。我相信，当咱来领受这款的真理，伫咱的生命，伫咱彼此的关系内底，上帝要互咱会当更较成长，互咱的生命会当更较有智慧、有气力来为主做传福音的工作。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守住活命的主，阮感谢主你，伫每一摆，阮所领受主你的话语内底，互阮来领受着丰富的生命的功课。当阮用祈祷来主你面前，到主你面前的时，阮需要靠主你圣神来赏赐阮智慧，互阮哪明白怎样来敬拜上帝、亲近主你的人，伫阮的生命道路中间，阮嘛不断学习，被教导来领受一个彼此相疼的心，互阮的生命通带出见证上帝、疼人福音的愿望。主啊，当阮在听候耶稣为阮来出世的时，阮满心带着感谢的心，因为主耶稣用伊的宝血大声拯救阮这有罪的人。主啊，阮要用心来学习去体会，主你怎样疼阮的心，阮也学习用怎样的心来去疼伫至微细人的生命，互因的生命到阮所服侍主的面头前，嘛会当领受着主你真做因生命的帮助甲祝福。主啊，阮要恳求上帝你赐福看顾，伫阮接续伫即礼拜4南台的校园团契，即大学生，伫因一冬的中间的学习，因嘛愿意会当甲阮大桥教会做伙做结合，来做报佳音的活动。恳求上帝你圣神来带领阮，伫报佳音的这路上有欢喜、有火热，充满着愿望的心，伫每一位兄弟每一位学生的身上，互每一位这大桥里阮所经过、所拄着的人，互因会当看见、领受着圣诞礼物的人，互因会当通过阮所报的佳音，互因得到欢喜、平安甲愿望的礼物。伫因的生命中间有机会来认捌上帝是赏赐疼人的上帝。同心伫你的面头前献上阮的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